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6T 班嘅陳卓瑜。我今日要講嘅主題係保護我哋嘅瀕危物種鯨鯊。鯨鯊又名鯨餃、豆腐鯊，係目前世界上現存體型最大嘅魚類。佢主要生活喺熱帶海域中，壽命係可以達至70至100年嘅，係有一張寬闊嘅大嘴啦，係冇牙齒嘅。平時咧就係以過濾嘅方式去進食。平均咧一日就可以吞下20多公斤嘅食物，係一種濾食性動物嚟嘅。近年來咧，因為受咗海洋氣候嘅變化咧，人類捕撈魚誤捕咧，棲息地污染同埋破壞等多種因素影響，全球嘅鯨鯊數量就已經剩下不到20萬頭，已經被列入為瀕危物種紅色名錄中嘅瀕危等級。鯨鯊滅絕危機同埋人類活動嘅關係，主要係商業狩獵啦、海上交通及活動頻繁，會干擾咗鯨鯊嘅交流、交配和導航。海岸開發與人類嘅壓力同埋塑膠同埋化學嘅污染。我哋有一個類似嘅例子，就係都係一個海洋生物，但已經係滅絕咗嘅，就係白鱘。白鱘已經係生存咗1.5億年嘅極少數古代魚類，屬長江嘅生物鏈最頂端嘅物種。喺2022年就已經正式宣布咗已經滅絕咗啦。白鱘嘅滅絕咧，主要係有3個原因，有3個原因都係人類整成嘅。生物多樣性對於生態平衡嘅維護咧有重要意義。白鱘嘅滅絕咧，一定程度上破壞咗長江流域嘅生態平衡。對於未來咧，我哋每個人咧就可以減少使用一次性塑膠啦，減少海洋活動啦。對於政府就可以各國設立鯨鯊保護法，禁止喺國際間交易啦，同埋實施替代海上嘅航線。對於保育團體就可以推行民間嘅保育活動啦，或者關注鯨鯊嘅生態，監察保育政策施行，及時反映與政府。地球係我哋嘅家，地球嘅生物都係我哋嘅家人，我哋都要愛護佢哋。生活上嘅每一個小細節都可以保護我哋嘅家。謝謝。